記錄台灣在世界棒球12強比賽得冠軍的紀錄片《冠軍之路》，在2026年元旦上映。立委林俊憲特別辦電影包場，邀請台南、中學、梨林、永信3間國小的少棒隊以及安平國中女子壘球隊等做伙來看。透過紀錄片回顧台灣棒球的奮鬥歷程，也為未來世代注入信心和勇氣。這不是只有講棒球的故事，這是講一群人，他們怎麼在不被看好的情況底下，大家不服輸，全力以赴，力爭上游。這是告訴大家，一個團隊，大家的心緊緊的結合在一起，才可以拿下世界冠軍。他真的開始認知到，我們真的是一個得到世界冠軍的隊伍，我們是一個擁有世界冠軍實力的國家。我們要帶着這樣子的自信，帶着這樣子的一個對於成績的肯定，去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不管是我們台灣的國家隊，還是台灣自己的未來。到了市長初選的立委林俊憲，都來希望大家保持迄份棒球所在的熱情和感動，嘛承諾有機會承擔更較大的責任，將持續推動台南3級棒球，讓台南成為真正的棒球城市。我們要重新再把台南那種棒球魂這個給它振奮起來。大家在我這邊的競選市場我認為台南應該再好好的來發展我們的三級棒球，讓它來結合政府以外民間，然後還有學校。尤其現在第一個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要編更多的資金的投入，包括民間企業的支持。那同時我們要引進，例如最新的科學訓練改善設備。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